人哋成日話工作同生活要 separate， 但係我哋揀將佢哋裝喺同一個房，唔使傾都知道今日要做啲乜。因為要做嘅嘢就係呢個 moment 想做嘅嘢。靈感嚟咗，係 anyway 都一樣。佢唔揀地方，淨係揀狀態。工作效率最高嘅地方，往往唔係喺 office， 而係喺樹底、喺湖邊、喺任何一個令你可以透氣神嘅地方。攰就 hea 下，醒咗再 go on。呢部車從來唔搶你。出面 rain 唔 rainy， 裏面都係 sunny， 因為天氣從來都唔由個天決定。呢個世界太過喧嘩，唔好聽，唔好睇，唔好在意，即管向前行。原木唔出聲，